大家有冇試過閉上眼單腳企？表面睇落好簡單，但好多人一試就即刻東歪西倒，甚至會跌親。點解明明只係企一隻腳，但一閉眼平衡感就突然消失晒？其實呢個簡單動作背後隱藏住人體感官嘅一個驚人秘密，同你想象嘅完全唔同。我哋身體嘅平衡主要靠三大感官系統嚟維持。第一係視覺，佢提供環境資訊；第二係內耳嘅前庭系統，感受頭部喐動；第三係肌肉關節嘅本體感覺，話俾你知身體位置。正常情況下，呢三者互相配合，我哋自然企得穩陣。但當你一閉眼，最即時最主要嘅視覺資訊就突然消失咗，腦袋失去咗關鍵嘅參考點，剩低嘅前庭系統同本體感覺就要獨自應付所有平衡挑戰。資訊突然大減，令佢哋難以迅速作出調整，身體重心就會變得不穩，所以你就會覺得好難企穩，甚至即刻會跌倒啦。係咪好神奇呢？